點解大家都想嫁去香港呢？呢條片就會同你講清楚啦。香港嘅最低工資咧係隔離深圳嘅6.9倍，咁深圳最低工資咧係2360蚊，香港就有16300蚊。咁雖然香港生活啦成本好高，但其實好多人都會喺香港揾錢咧就返內地去用嘅。咁另外啦，香港其實真係多勞多得，例如地盤嘅紮鐵工，一個月可以去到5到6萬蚊嘅港幣。咁其實仲有好多藍領咧，一年嘅收入可以去到50萬㗎。不過其實都已經係一啲好平常嘅事。不過咧，其實大家賺錢都係一啲辛苦錢、血汗錢。咁仔女教育方面啦，有咗香港嘅身份就可以入讀香港本地嘅幼稚園同埋學校，享受15年嘅免費教育，仲可以參加內地嘅華僑生報考內地嘅大學啊。咁華僑生總分750分咧，考試內容咧就係同內地好接近嘅，錄取分數線一本400分，二本300分。咁藝術生咧200分就夠啦。上堂咧你只要稍微聽得明少少，985嘅學校都係任你揀嘅。咁而且仲可以憑住 DSE 嘅成績啦，咁就申請海外嘅大學添。養老方面仲可以同時享受內地嘅保障，65歲以上嘅老人家可以申請4060蚊嘅生活津貼，到咗70歲仲可以拎多1570蚊嘅生果金。就好似我屋企有4個老人家，咁每個月就可以拎到16000蚊嘅港幣啦。咁一年起碼都有20萬港幣㗎喎，咁10年即係200萬啦。呢啲錢仲會係直接入到你嘅戶口。不過咧，呢啲福利咧係有一定嘅資產要求嘅，就唔可以話又同時有好多套物業啦。而家咧就講到一個醫療方面，只要有香港身份就可以享受幾乎免費嘅醫療服務。咁當然啦，要享受呢啲福利嘅話，前提就係你要揾到一個你中意嘅人，要係香港靚仔或者係香港靚女結婚咁樣先得㗎。